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降级。这一回消费降级有点不同寻常。昨天晚上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公务接待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就是公务接待这还不是说什么平常什么工作餐，这是公务接待，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条例第4章对公务接待作出规定，具体为建立健全国内公务接待集中管理制度，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国内公务接待审批控制制度，严格执行公函制度，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一律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标准，实行接待费支出总额控制制度。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标准安排接待对象的住宿用房，协助安排用餐用车，按照标准收取伙食费、交通费。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不得以举行会议、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这是新华社报道也就是要刹住这个公款吃喝的这个风关于这样的规定其实每年好像都有，但是这一次跟往年不一样。首先明确规定这个公务接待必须有公函，也就是有组织的，对吧？给你发个公函你才能接待。第二个，公务接待该谁掏钱谁掏钱，有的是接待方掏钱，有的是来的人掏钱，不管谁掏钱都要实行总量控制。然后作为接待方不准上酒上烟，也就是说连啤酒都不能上，就是你不能上酒，酒精饮料就不能上，烟呢也不能上，对吧？你要抽烟自己抽，不上名贵菜肴，也就是上普通的菜。然后接待方给你提供了公务用车、住房，都是按照标准去收费，这个比往年要严得多。这个我个人认为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也是消费降级当然了，它这个是什么党风廉政建设等等，咱们先不说这些，咱们只说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降级。消费降级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没钱了，对吧？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因为没钱了，不能开源，那就节流。所以这个也符合消费降级。大家都在企业上过班网友经常说当一个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一个企业要裁员的时候，当一个企业快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查各种报销、各种考勤、各种 KPI 前不久是不是那个有网上传言字节跳动对吧，对这个员工食堂做出规定，什么不准把吃的打包带走还有什么一堆我都没仔细看这是5月16号九派财经记者这个采访报道说，字节多地区开始禁止外带餐食。北京一字节员工告诉九派财经记者，最近字节发了内部通知，职场3餐、随餐饮品、水果、茶水间、零食等应现场即取即用，不可带离职场。也就是你塞到包里面带回家吃，那是不行的。以前是可以你现在要吃就在现场，就在那个零食区，你取了就吃。同时通知声明，职场餐食外带行为违反餐饮管理规定，严重侵占情况将会面临退赔、警告、辞退等不同程度处罚。午休政策也在发生调整，以前唯一可以关灯午休到深圳工区宣布午休时不得关灯。由于办公室拥挤，北京及深圳工区开始限制折叠床的使用。多位字节员工告诉九派财经记者，现在折叠床不能放在公共区域午睡。对于上述情况，九派财经记者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官方回应。而字节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告诉九派财经记者，聚餐方面的调整主要是为了治理多拿多占现象，比如个人外带
大量餐食，职场内用餐不受任何影响。而午休方面不存在不让午休的说法，员工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在工位午休，主要是避免个人物品占用消防安全通道、公共区域。大家也知道啊，这国内啊，这字节跳动的收益那是令人这个羡慕啊。你这个不能否认啊，字节跳动的这个它的效益，恐怕在国内这个互联网公司或甚至其他公司里面，那都是排前面的。他们也开始折腾员工了，对吧？也开始从这儿下手了。说来说去嘛，就是这节流。开源咱不好说，但是节流可以下功夫。这个和刹住公款吃喝是一样啊。你看，从国家层面到这种头部企业都已经开始勒紧裤腰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说这个还是个别现象，那我们再看看茅台。这个5月18号茅台这个要召开股东大会，他前一天晚上按照惯例要举行一个宴会，就是各地来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也就是这个股民可以这个一起聚餐吃个饭。这个是新浪财经报道茅台股东大会前夜晚宴改为自助餐，飞天茅台变蓝莓果汁。5月18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前夜，茅台国际大酒店举行自助晚宴。期间，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勤与著名投资人林源一同与股东们交流问题意见。现场有股东表示，第一次没有在茅台股东大会晚宴喝到茅台酒。还有股东说没有茅台酒也蛮好，大家可以清晰的交流问题。据部分股东透露，茅台集团商务接待用酒已经改成茅台王子酒，而公务接待则一律不喝酒。你看看这个向机关单位看齐公务接待不能提供酒了，不喝酒；商务接待呢也降级了喝茅台王子酒，不是茅台酒了。以前每年股东大会前夕的晚宴，每桌都会摆放飞天茅台，但今年没有。有股东对记者说今年茅台罕见取消晚宴，并改为自助餐，现场没有摆放飞天茅台酒。作为伴餐，茅台准备了茅台生态农业开发的蓝莓复合果汁。这个蓝莓复合果汁在网上卖多少钱呢？就是茅台自己开发的是210块钱10瓶，也就是一瓶21块这是茅台第一次在股东会这个举行的这个宴会第一个是采取自助餐，自助餐就便宜第二个是不提供茅台酒，只提供蓝莓饮料，21块钱一瓶。说明什么？茅台你别管它股价怎么走，你别看它茅台现在价格降了，但是你不能否认2024年茅台还是沪市里面最赚钱的上市公司之一吧。就这样的企业就类似于字节跳动嘛，那都是还是很赚钱的。但是已经开始消费降级了，连股东来参加会议都不拿茅台酒招待了。是茅台酒贵了吗？不是茅台酒在降价，为什么不提供茅台酒了呢？你看从政府到这些头部企业，那些奄奄一息，对吧？这要关门的，等着要施救的那些企业咱就不说了，他是确实没钱。那你看茅台这么赚钱的，字节跳动这么赚钱的企业已经开始勒紧裤腰带，说明什么？任正非说的含义要传遍每个角落。咱们一直说含义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但这些头部企业，这些盈利能力特别强的企业已经开始勒紧裤腰带，说明什么？所以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还在醉生梦死我们一直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难道不是消费降级吗？连茅台开股东会，这个股东会我以前在上市公司也这么干。比如说明天开股东大会，今天晚上外地的很多股东来了，肯定得接待一下，对吧？来多少人他会提前联系的，然后董秘就会包一个酒店，有的时候是5桌有的时候是4桌，你跟着那个外地股东来多少人，这个属于上市公司公务接待。你把大家吃完之后，然后在这个吃的时候大家聊一聊，一开心喝点酒，第二天投票他不就支持你吗？大家沟通的非常好。我告诉你，这很多上市公司都这么干这个就是叫人情虽然大股东已经控盘了，投票只要大股东投赞成票就行了，但是你想想这些小股东都要投赞成票，都说你的好话，是不是叫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3个桩，一个好汉3个帮。所以说对外地来参加股东会的，那都是按照惯例都要接待。茅台更不例外，晚年都是提供茅台
酒啊，头天晚上喝开了，第二天投票都说好，都满意，都鼓掌。今年改成喝蓝莓汁，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啊，说明什么？当然了，一方面啊，也说明茅台毕竟它是国企啊，国资，所以说它恐怕响应政府号召，这只是一方面。但是我想啊，更多的是茅台也感受到这个业绩啊，恐怕在往下走了，压力来了。本来茅台酒这高端酒现在就是岌岌可危，因为它跟房地产密切相关，对吧？现在楼市低迷，而且基建也很低迷啊。过去啊，咱们以前节目做过好多回啊，这茅台酒为什么那么多人喝啊？茅台酒的这个特点是，喝茅台的人不花钱，买茅台的人不喝。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搞基建、搞房地产，他们都喝茅台，敞开了喝。而现在这些都熄火了，对吧？你就是搞了一个工程，你结不了账。现在很多工程都让你垫资，很多工程都发包不出去，人家都不愿意垫资，因为垫了资之后回不来钱，都拖垮了。过去你办任何事情啊，你都要拎着茅台去，或者晚上吃饭都喝茅台。现在谁还喝茅台呢？没钱了，喝了茅台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啊，这个茅台酒的销量就断崖式下跌。不是说销量啊，我们要说就是叫使用量，就真的喝。因为茅台酒它还有金融属性，就是有好多人把茅台酒买了他不喝啊，他囤在那儿。真正喝茅台的啊，这是断崖式下跌，对吧？有的人以前一顿要喝一瓶茅台，现在10天半个月喝一回了，没有那么多茅台给他喝。茅台现在在控量控价，想稳住它，但是现在很难稳得住啊。归根结底跟经济有关系。从前年开始，北京、上海的餐饮就一年比一年惨。我们在节目也说过很多回，为什么北京、上海的餐饮反而要惨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公务、宴请跟商务有关系，商务活动都在减少啊。北京、上海这个总部多啊，对吧？逢年过节都要过来拜码头，各种商务活动现在都在减少，所以这个高端餐饮都在非常惨啊，对吧？上海的高端餐饮一半倒闭，北京的这餐饮就不赚钱，都在赔钱。这两个城市的这个餐饮啊，每个月还在下降，这个都是跟公务有关系，跟商务啊。连胡锡进老师都惊呼啊，他家门口的那些饭店以前都是人均200-300的，现在黄了都，只有人均40-50的还在活着。为什么呢？这都是消费降级啊。这个商务宴请、商务活动减少背后啊，归根结底还是房地产一低迷，对吧？地方政府土地卖不掉，土地财政啊难以为继，窟窿越来越大，导致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公务员的绩效也发不出来，应收账款越来越多，对吧？大家都是应收啊，钱回不来。账面上看好像还挺有钱，个个身价都是几千万，但是他没现金，对吧？别人欠他钱，他欠银行钱，茅台也喝不起了。你看啊，从这个政府对这个公务宴请现在开始收紧，当然以前他也收紧了，现在这次收得更紧，直接就不准提供酒水，对吧？不准提供香烟，而且不准让别的企业来买单。当然了，你说最后执行的怎么样，咱们先不说这个，我们只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缺钱，没钱了，只能勒紧裤腰带。这个跟企业道理一模一样啊，一个企业不行了，但凡这个企业在上升期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拓展上面，都在攻城略地，对吧？抢地盘，抢市场，他没有精力啊，说抓内部管理，说这儿一个小漏洞我要堵一下，那儿有点什么我要堵一下，一般的不这么干，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销售抢市场，但是市场也没得抢了，市场在萎缩，对吧？市场在丢失，这个时候他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管理上，开始堵这些漏洞，跑冒滴漏。所以说开始考勤，开始查你的报销，对吧？开始查吃饭是不是多吃了，你住的酒店是不是超标了，对吧？不该报销的你报了，对吧？你看连字节跳动都开始查你是不是把小零食带回家吃去了，茅台就开始，对吧？这股东来了已经不拿茅台酒招待了，改成20块钱的蓝莓汁。这个就说明啊，形势啊是越来越严峻，不是越来越好。前不久啊，又有那个小作文，我们在节目也说过了，全国所有城市轨道交通报批工作暂时冻结，无一例外，就不管你哪个城市的，修地铁、修轻轨全部暂停。就连啊，比如成都还有什么地方啊，几个城市已经过审的，还深圳吧，已经审批过了的，但是还没有动工，对吧？审批过了或者正要动工呢，现在都暂停，先别动工。像南京这些地方都憋着劲要修，多少条地铁的，现在都批过了啊，都得停下来。当然这个是路边社的小道消息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有的时候谣言它就是遥遥领先预言呢。不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冻结暂停呢？实际上就是没钱，财政非常紧张，不允许地方政府无序扩张了。你再大肆举债，然后修了地铁，然后无非就是想卖地。这个毫无例外，咱们在节目说过了啊。为什么狂修地铁啊？为什么把那地铁往那个菜地里修啊？因为往菜地里修，那菜地边土地便宜啊，把那个地拿到手，地铁一通，那个地价格就翻了几倍、20倍，对吧？然后再把它3通1平，把它一开发完了，就
可以招标了，价格翻上几十倍，政府不就赚钱了吗？财政不就有收入了吗？问题现在这个玩法不行了，因为你那个地你给它涨几十倍，没人要啊，开发商拿了这个开发房子卖不了啊，没人买房啊，它形成不了闭环。但是地方政府它总是想着形成不了闭环，我这铁路这个地铁我要修啊，轻轨我还要修啊，修完了我再想办法卖地，你不修你更卖不了啊，所以它有一种原始的冲动，还是要举债去修地铁。显然啊，上面已经对这种开始刹车，就不准再修了，不能过度投资啊。说来说去都是缺钱。随着经济低迷啊，随着房地产低迷，基建低迷，这个茅台酒啊也要走下神坛。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如果把茅台酒当做这个叫商务宴请，对吧？一个高端品牌，那刚才咱们说过了，商务宴请这个已经在越来越低迷，真正喝茅台酒的人越来越少。你说现在谁有那个条件，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喝2两茅台或者喝半斤茅台？那只有极少数富豪啊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些在上海啊买那个3000万、4000万一套房子的，他们能做得到，其他人不可能的，连胡一静老师恐怕都做不到。他恐怕一个月能喝个1、2瓶，很了不起了。那么如果你把茅台当奢侈品，有很多这个茅台投资者啊，鼓吹茅台的，说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奢侈品，茅台可以。要是奢侈品的话，那另当别论啊。实际上你看看这个什么路易斯威登的什么 LV 啊，什么古奇啊，什么 Prada 呀，甚至那些名表啊、豪车这些奢侈品，去年开始到今年，是不是在国内也是滑铁卢啊？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这是真正的奢侈品，都扛不住了。茅台如果你把自己当奢侈品，那也一样，那捧场的人会更少。所以说茅台你把它当做奢侈品，还是把它当做一个高端的这种白酒消费主流啊，都已经不行了，所以它必然要走下神坛。茅台一走下神坛，实际上其他的高端酒都一样啊，都会跟着往下掉。这个是消费决定的，没有办法，对吧？大家这个中产现在在什么，在返贫，你指望他喝茅台吗？中产喝不起茅台，你指望谁喝茅台啊？一月3、4千一个月的喝茅台是吗？还有人说啊，对吧？说年轻人不爱这个茅台酒，那年轻人人家消费实力就在那儿啊，他怎么消费茅台啊？所以你看茅台的为了迎合年轻人，他搞什么？那个咖啡里加茅台，我有印象啊，是不是就黄了？他是迎合年轻人口味吗？是吧？在咖啡里面，在奶茶里面加1滴茅台或者加2滴，是不是黄了？年轻人不认呢，是吧？你这玩意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消费不起啊，消费降级啊。说来说去啊，通过这几个新闻，我们也能看到目前经济啊到底是什么个现状，对吧？这些都是有指向性的、有标志性的意义。照这么看啊，今年会比明年好，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有工作，而且工作相对还比较稳定，那应该是件幸福的事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